屏东，前年本800太水打铁的屏东县高速乡丘寮团内部，昨年人新内部已经做好设计，后把顺60铁的50人公顷的田丘未囤到转起嘅，基本行政院莫拉克在叫重建费，几项嘅保万国行个田丘复工典礼，表示高速嘅重建已经太快完成嘞。 本木来克太水大海嘅丘寮堤防，经过水利署提出河川区长寿重建，新的堤防已经全部做好嘅，使得许多800水在出江嘅苏在府，总算做得行出本水浸过一样嘅。像上年嘅800水在，他家咧慢慢行会强，不过看到咧，他家呢咧堤防有啲做到红火啊吼，较安心嘅啊。都下游啊，对。 一直都东港这方面都归感谢啦，也都安全方面个对无按太有利的。因为莫来克防灾后太医嘅经验，新起丘寮堤防嘅防洪频率已经对原来嘅100年调高到200年，比罗农还严啱嘅基面，作为一套安全嘅屏障。 原来是100年的洪水频率高啊，那这一段因为有莫拉克，而且是直冲段啊，那我们局部的提高了防洪墙1公尺啊，那提供1公尺就可以达到我们200年洪水频率的一个周期哈。敬天有加，恩德广施天地。 复工典礼开始，行政院长吴敦义同各级官员进行万体移民嘅祈福仪式。因为莫来克防灾期间，本太水大海嘅4年农铁路已经废填，无一条路做得原本农民去耕种，本苏在府做得重新拥有安身立命嘅田产，展开重建以后嘅人生。客家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。